各位教育同工，各位關心孩子成長嘅家長，大家好，歡迎嚟到將放進教育上嘅頻道。我係你哋嘅主持 Dicky 校長。喺呢個頻道，我會結合我多年喺教育嘅經驗，透過唔同嘅好書同埋理念，同大家一齊探討點樣裝備我哋嘅下一代。今日我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喺 AI 發展一日千里嘅今日，我哋嘅手機、電腦系統每日都喺度更新，但係我哋作為教育工作者同家長嘅教育思維，又有冇定時進行系統更新呢？如果一部電話3年唔更新，好多新功能會用唔到。同樣地，如果我哋嘅大腦不定時更新嘅諗法，我哋亦會與呢個瞬息萬變嘅世界脫節。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本能顛覆我哋教育認知嘅舒華頓商學院最年輕嘅終身教授 Adam Grant 所寫嘅《逆思維 Think Again》。呢本書唔係教我哋點樣去說服人哋，而係教我哋點樣喺適當嘅時候否定自己、挑戰自己。喺我哋嘅傳統教育觀念裏邊，總覺得堅持己見係一種美德，動搖就係弱點。但作者話俾我哋知，真正嘅智慧唔在於你擁有幾多個標準答案，而在於你幾時願意承認，等下我亦許錯咗，願意改變想法嘅人先至係真正嘅強者。喺日常嘅官課同家長面談中，我經常發現大家容易陷入思維陷阱。點解我哋明知舊有嘅教育方法，例如死記硬背、高壓管教可能失效，卻依然唔願意改變？書中提到咗2大原因。第一係身份認同，我哋好容易將自己嘅信念同自我價值綁定。如果承認某個教學法或者管教方式錯咗，就等於承認自己唔夠好或者唔懂教。第二，沉沒成本謬誤，我哋喺某種教育模式上投入咗太多時間同埋心血，即使懷疑佢唔再適用於 AI 時代，亦都捨得放棄。好多人其實係困喺認知舒適區裏，好耐冇認真審視自己嘅睇法。呢種虛假嘅舒適係非常危險嘅。Adam Grant 喺書入邊提出咗一個非常有啟發性嘅分析框架。佢將我哋思考時嘅心態分為4種模式，大家不妨一邊聽一邊反思自己平常面對學生或子女嘅時候，最常扮演邊一種角色。第一種係傳教士模式 Preacher。 呢種模式之下，我哋將自己嘅信念神聖化，不斷去向孩子說教，試圖令佢哋全盤接受我哋嘅睇法。當孩子提出質疑嘅時候，我哋會視為對我哋權威嘅攻擊，覺得對方喺度頂嘴，而我哋嘅目的只想贏得呢場辯論。呢其實係一種自我欺騙。第二種係檢察官模式 Prosecutor。 呢種家長或者老師好中意揾出孩子邏輯上嘅漏洞同埋弱點，佢哋對反駁有一種快感，覺得只要指出孩子嘅錯處，自己就贏咗。但係長久處於呢種模式，會令人變得非常負面，孩子亦都會因為經常被攻擊而拒絕溝通。第三種係政治人物模式 Politician。 呢種人會為咗迎合聽眾，為咗受歡迎而隨時改變立場，最後連自己真正相信乜嘢都唔知。而第4種亦都係我今日最希望各位家長同埋老師能掌握嘅科學家模式 Scientist。 咁先至係真正嘅思考者。科學家模式嘅核心係乜嘢先至係真相？我哋該如何找到答案？喺呢一種模式下，我哋願意提出假設，例如我認為呢個 STEAM 教學法能提升學習動機，然後主動去尋找可能推翻自己假設嘅證據。當數據同證據顯示我哋錯咗時候，我哋願意修正自己嘅觀點。咁喺 AI 時代嘅教學同家庭教育中，我哋點樣實踐呢種逆思維同科學家模式呢？
我有3個具體建議。第一，將你嘅自我價值同教育觀念解綁。我哋要培養一種能力，強烈地相信某種教育理念，但係同時對新事物保持完全開放嘅態度。下次喺教導孩子前，不妨喺心裏面加一個前述：以我目前所知，呢個解難方法係最好嘅。但如果有更好嘅數據或者 AI 工具能證明其他方法更有效，我願意改變。呢個能夠提醒我哋，觀點係會改變嘅，唔係不可動搖嘅。第二，建立動態信念，定期更新你嘅教學軟件。你要將自己嘅知識體系睇作係手機軟件，需要定期升級 upgrade。我鼓勵老師們跳出舒適圈，結識唔同觀點嘅人，甚至想像一下未來嘅自己。例如5年後嘅你會如何看待今日嘅教學決定？面對 AI， 我哋唔應該抗拒，而係要保持專業初學者嘅心態。心理學上有個鄧寧克魯格效應 （Dunning-Kruger Effect）， 能力越低嘅人越容易高估自己，反而真正嘅專家因為知道世界之大，會察覺到自己嘅局限而顯得謙卑。喺學生面前承認呢條問題，老師亦都唔識，不如我哋一齊用 AI 揾答案，不僅唔會損害你嘅威信，反而示範咗最高級嘅終身學習。第三，用好奇心提問取代權威說教，建立心理安全感。當孩子做錯決定或同事提出反對意見時，多數人會不自覺咁證明我係啱嘅。呢個只會令對方進入防禦模式，聽唔進任何話。我哋應該做一個有好奇心嘅提問者，與其批評你呢個諗法有問題，不如問我想了解多啲，你呢個決定背後有乜嘢考慮係我冇諗到嘅？或者如果我哋換個角度睇，你覺得會點？ Google 嘅內部研究發現，一個高效團隊最重要嘅因素唔係成員有幾聰明，而係心理安全感 （psychological safety）。如果班房或者屋企缺乏心理安全感，孩子就會進入自我保護模式，只講大人想聽嘅話，唔敢講真話，甚至害怕犯錯。我哋要營造一個即使犯錯提出質疑，亦唔會被嘲笑同懲罰嘅環境。各位，終身學習嘅最終目標不僅僅係學習具體嘅知識，而係學習點樣學習 （meta-learning）， 保持認知彈性。書裏邊最後有一句話非常發人心省：最危險嘅唔係你已經知道啲乜嘢，而係你以為你知，但係其實你唔知。學習承認自己嘅無知，係我哋教育工作者同家長終身最重要嘅一課。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而家我想請各位喺留言區回答我一個問題。回想一下過去呢一個星期，你喺面對學生或自己嘅孩子時候，最常使用嘅係傳教士、檢察官、政治人物定係科學家模式呢？你又打算喺下個禮拜做出點樣嘅微小改變？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我會一一閱讀並同大家交流。如果你覺得呢條影片對你嘅教學或育兒有啟發，請你俾呢條影片一個 like comment， 分享你嘅睇法 ，share 俾身邊嘅老師同工同埋家長朋友，並且 subscribe 訂閱我嘅頻道，打開小鈴鐺，我哋下期再一齊探討更多教育新思維。再見。